巴同埋城巴合併。有行政會議成員就話，兩巴合併之後減少重疊路線，可以有減價空間。咁但係巴士公司嘅員工都擔心裁員。鄧俊輝報導。上游鴨脷洲坐巴士出中環可以揀城巴90號或者新巴 M590號線，終點站一樣係中環嘅交易廣場。兩架車入香港仔隧道之前嘅路程幾乎一樣，不過城巴就平新巴差唔多2蚊。有市民擔心，如果兩間巴士公司合併，車費會更加貴。都擔心你壟斷晒嘛。我擔心啊，我驚你起價。員工就擔心會裁員。揸新巴 M590號嘅譚先生係中巴做咗10幾年，再過檔嚟新巴，就怕新巴同城巴會合併。唔係話期望好高嘅啫嚇，話做多幾年我係退休啦。唔係本身唔穩定咧，新巴入邊車間公司入邊啲嘢，有每間公司一轉制，梗係有好多嘢係唔穩定㗎啦。城巴同新巴夾埋有員工超過6000人，其中4000人係司機。行政會議成員田北俊話，如果兩間巴士公司合併，對乘客會有好處，不過可能會裁員。當然，我希望佢有機會可以合併之後減低成本，可以有空間減價，咁咪最好啦。任何行業如果要做到呢點，當然有可能會要裁員啦。另一名成員鄭耀堂就建議巴士公司開新線嚟吸納員工。港島呢個線有一啲地區呢係交通呢，事實上呢唔係容易去得到。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喺咁樣嘅情況底下呢，就係僱主能夠同政府去商討點樣能夠開闢一啲新嘅線路，咁容納更多嘅員工。不過城巴工會最擔心嘅都係啲年資高嘅員工。憂慮嘅情況咧，始終都係嗰啲員工咧就驚咧就日後開刀咧，就係將啲年資高嗰啲員工咧去開刀，即係因為佢喺出邊而家請過翻嚟啦，人工低啦，做嘅嘢都係一樣嘅。佢希望公司盡快同員工講清楚新嘅安排，等啲員工都安心啲。亞洲電視記者鄧俊輝報導。出售城巴嘅英國巴士公司 Stagecoach 指香港嘅經營環境困難，所以撤出香港。行政會議成員曾鈺成就認為唔代表香港嘅投資環境差。又即係話香港人口多，經營巴士係有利可圖㗎。由許方輝報導。Stagecoach 發言人指，出售城巴主要係因為香港有好多條例規管巴士公司，加上經濟前景唔明朗，決定撤離香港。行政會議成員曾鈺成就話：唔能夠因為一間公司撤走，就指香港投資環境差。如果佢覺得嗰個係無利可圖嘅話，呢個並不表示香港嘅整體嘅投資環境咧吸引唔到呢個外資嘅。我哋見得到其他方面嘅發展。研究交通政策學者指出，香港人口密集，市民依賴公共交通工具係少有嘅好市場。城巴舊年盈利就有1億3千萬，政府嘅監管亦都唔算太嚴。香港啦係一個相當好嘅經營即係集體運輸嘅一個市場嚟嘅。咁當然啦，近年嚟啦，有可能比早幾年啦嗰個嘅情況困難咗。咁所以咧，你有享有一啲專營嗰個嘅優惠，咁亦都要接受你政府一啲嘅監控。咁我覺得你而家目前嘅監控嘅水平咧係合適嘅。佢話 Stagecoach 撤走只係呢啲跨國公司改到其他地方投資嘅策略，而兩巴合併雖然可以重整一啲重疊路線，降低成本，但係唔一定喺票價上反映。亞洲電視記者許方輝報導。新巴同意將削減雙糧嘅回覆日期押後，勞方再次擱置工業行動計劃。新巴兩個工會晏晝喺勞工處安排之下同資方開會，商討削減雙糧嘅問題。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新巴分會主任朱本典話，資方同意擱置要求員工喺今個月21號之前簽返有關削減雙糧同意信嘅安排，俾雙方可以有多啲時間商討。佢哋下個星期一將會再次開會。新巴董事兼總經理施偉廉就話，雙方就有關問題交換意見，佢哋會將員工意見向管理層反映。電台節目時話，城巴嘅盈利一直好高，並唔係因為政府施壓減價令經營困難，令股權轉讓新巴。佢又話，兩間巴士公司合併嘅話，希望可以重整資源，例如路線、成本等，亦都希望對社會有好處，例如車費。當然呢個係要睇下嗰個管理階層佢有啲咩嘢做得出嚟啦。咁我哋所以政府都係好小心去處理呢件事。我哋唔排除佢有好處啦。依家港島4成巴士路線重疊，有1成半係去同一個目的地。佢
佢哋諗緊收緊路線規劃同引入競爭，例如公開競投南區巴士線。身兼民間監管公用事業聯委會發言人嘅立法會議員劉千石喺另一個電台節目就話，擔心兩間公司合併，車費會上升，咁促請政府加強監管。股東嘅利益同公眾嘅利益時常係有衝突嘅喎，咁喺呢個衝突當中，究竟股東嘅利益為先呢？定係嗰個公眾利益為先呢？邊個去平衡呢方面嘢呢？邊個去確保公眾嘅利益呢？咁樣，咁我覺得即係政府喺過去我哋嘅角度睇呢，佢做得唔夠咯。而理工大學土木結構工程系副教授洪永達咁就話，兩間公司合併係節省成本嘅做法。亞洲電視記者吳